这个连续2天上大雨，南华甲展文2座水库的水拢满了。南华水库的水位已经超过180公尺，开始溢出来。迄个水下落来的场面是真壮观。另外，展文水库的水位已经高达228公尺。中昼12点，人工下洪，是声未少的民众来看。最近因为西南气流的影响，真侪所在拢来落强降雨。南华甲展文2座的水库，因为水位达到标准，分别来进行着自然的溢洪甲人工下洪的作业。未少的民众听到消息，特别到水库附近来看，就惊会发生着危险。警方嘛出动警力到场来到看顾。自来水公司特别讲到展文水库，讲目前还阁继续咧做人工的下洪，等到水位降落来226公尺了后，才来关水门。嘛呼吁民众唔通伫咧下游来活动，较袂来发生着危险。